以下資訊由 Olatum 帶俾你。現今小朋友嘅起跑線真係越推越前，雖然政府並冇官方統計數字，但係粗略估計，香港至少有6、7、8間早期教育中心，為0至3歲尚未入讀幼稚園嘅小朋友提供各類型嘅興趣班同埋 playgroup 課程，市場可謂非常龐大。但係喺各大育兒討論區，經常都會有家長問：小朋友係咪越早上 playgroup 越好？ playgroup 其實有冇用嘅呢？其實喺小朋友歲半之前，佢哋嘅基本能力同一隻小猩猩分別唔大，所以使錢上 playgroup 其實都唔知會唔會有合理嘅回報。耶魯大學兒童發展中心嘅 Arnold Geisel 曾經以同卵雙胞胎嘅嬰兒進行多項實驗，例如將一對46週大唔識爬樓梯嘅同卵雙胞胎兄弟分開，然後對其中一個進行爬樓梯訓練。6個星期之後，有接受訓練嗰個 BB 果然學識咗爬樓梯喎。但係與此同時，佢嗰個冇接受過任何訓練嘅兄弟，其實都喺同一時期自然咁掌握咗爬樓梯呢個技能。Dr. Geisel 認為，爬樓梯堆積木呢啲基本技能，只可以靠自然成長而獲得。任何外在因素，無論父母花幾多心思去教育或者訓練，都唔會令到 BB 嘅成長提前或者加速。呢個階段嘅小朋友最需要嘅其實係父母嘅陪伴，等佢哋知道自己被愛。對於太幼小嘅 BB， 與其舟車勞頓咁帶佢哋上 playgroup， 倒不如留喺屋企陪佢哋玩，俾佢哋多啲親密嘅肌膚接觸，例如同佢哋按摩或者沖涼。有大量嘅科學研究證明，母性嘅囑咐唔單止能夠令到 BB 嘅心情愉快，更可以降低壓力荷爾蒙皮質醇，等大腦可以正常咁發展，而且有助建立安全感。只有當小朋友擁有足夠嘅安全感，佢哋先至可以有自信、勇氣同埋好奇心去探索呢個美好嘅世界。拔苗從來都唔能夠助長。著名心理學研究啟蒙計劃話俾我哋知，要小朋友接受早期教育，最早都可能要等到小朋友15個月大先至能夠見到效果。啟蒙計劃係喺1960年代末期展開，當時美國正係反貧窮運動時期，領導研究嘅 Craig Ramley 同佢嘅團隊嘗試從早期教育着手，去幫助弱勢家庭嘅小朋友。研究人員喺貧民區招募咗100幾個生於1972年至77年嘅初生 BB 作為實驗組，要佢哋接受為期5年、每星期5日嘅早期教育課程，並且定期測試佢哋嘅智商。喺實驗初期，有冇接受早期教育嘅小朋友根本睇唔出有任何差異，但係到咗實驗組 BB 15個月大嗰陣 ，Dr. Ramley 就發現小朋友看待世界嘅方式開始與別不同。到咗2歲嗰陣，實驗組先至顯得比同齡冇接受過早期教育嘅小朋友學習得比較快，說話比較流暢，智商分數亦都比較高。有一點值得注意嘅係，啟蒙計劃係一項超長期嘅研究項目，直至到今時今日，呢個計劃仍然追蹤緊當年嘅 BB 喺成年之後嘅表現。事實上，啟蒙計劃嘅研究證明，6歲前嘅早期教育對人生確係有持久嘅影響。接受過早期教育嘅小朋友，成年之後會有較高嘅學歷同埋較好嘅工作。但係造成差異嘅重點唔係在於智商或者認知能力，因為雖然喺接受早期教育之後嗰1、2年，實驗組嘅小朋友喺認知測驗中攞到嘅成績的確高於佢哋嘅朋輩，但係呢個只係短期嘅優勢。到咗2、3年級嘅時候，佢哋就會被追翻，同嗰啲冇接受過早期教育嘅小朋友冇乜分別。既然係咁，點解喺30幾年後，實驗組嗰班人嘅學歷會比較高，會有較好嘅工作，喺人生各方面都好似比較順利？答案可能就係喺早期教育嘅課程設計上。喺啟蒙計劃入邊，實驗組嘅 BB 每日所接受嘅所謂教育，其實並唔係認知教育，而係研究人員根據兒童發展理論設計出嚟嘅200多個學習遊戲。透過呢啲遊戲，小朋友可以邊玩邊學，發展佢哋嘅好奇心，培養出社會靈活性，學習遊戲規則同埋訓練佢哋嘅自制能力等等。而呢啲非認知能力，先至係人生成功嘅真正要素。所以，當你想問上 playgroup 到底有冇用嘅時候，大家不妨諗下點先為之有用。我哋帶小朋友上 playgroup 係咪淨係為咗一張證書，定係希望憑住參加某教育集團所開辦嘅 playgroup 就可以增加考入關聯幼稚園嘅機會？當科學家提醒我哋，小朋友喺1歲半之前，其實最需要父母嘅陪伴就可以自然咁成長。咁我哋不妨諗下，當有父母帶嗰啲得個3、5個月大嘅 BB 上 playgroup， 甚至經常將親子時間外判俾外傭帶自己嘅小朋友上 playgroup， 到底係為咗啲乜？最後，仲有一點值得我哋反思嘅係，喺坊間嘅 playgroup 課程內容林林總總，有啲玩閃卡認字，有啲就教 phonics 外語或者其他學術上嘅內容。呢啲係咪真係早期教育嘅重點呢？想知道更多育兒知識，快啲嚟 papa.hk 啦！以上資訊由 Olatum 贊助。